牛油果聽完了茄子老師嘅話，說：我想變得好食，所以一定要返水果學校。從那天以後，草莓雙胞胎不再麻煩有自己到底是蔬菜還是水果，他們只想變成好吃的草莓。終於，草莓雙胞胎變得紅彤彤的，聞起來又甜又香。蔬菜店的蔬菜大叔來接他們，顏色合格，味道合格，外形合格，貼上合格貼紙。他們坐上火車出發了。火車搖下搖下搖，一路開到蔬果店。蔬果店把草莓雙胞胎排列在水果區的架子上，然後就在草莓的下面的架子上。牛油果草莓，我們同樣都是放在蔬果區，在蔬果店裏，不管是當成蔬菜還是被當成水果來賣，最重要的是都是好吃的蔬菜，就像茄子老師說的那樣哦。